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日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年早人毛可能访问南韩，2个月交流等来回温。法国快罢因后退行年纪因7000人示威，4日2月底火车烧弄爆发大型抗议，要求政府重视铁路安全。哥伦比亚3月14日一搭炭坑，怀疑是甲烷爆炸放气，叫人对变2暝日，有关有21个人不幸死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将到日本。今日是甲日本的下党派组成的日韩议员联名会谈，嘛参加企业领袖参会。记者访问尹锡悦是强调讲，因甲日本的目标是争做安全、经济甲全球问题合作的优势。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预计今年早人迈去访问南韩。这日主席为南韩总统尹锡悦17日甲日韩企业领袖会谈，尹锡悦表示，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了后，已经确定双方会在各种领域合作，和双方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두 나라는 공급망, 기후변화, 첨단 과학기술, 경제 안보 등 다양한 글로벌 아젠다에 대해 공동으로 협력하고 대응할 것입니다. 南韩正正对二战时日本征用南韩岛港的问题，决定由第三方代替赔偿的方式，由政府管理的基金会赔偿给原告团体，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肯定这款做法。これは日韓関係の健全化に向けた大きな一歩であり、我々日本の経済界としても高く評価しております。この日韓ビジネスラウンドテーブルはまさに未来志向の日韓関係構築に向けた道筋を確固たるものにするための重要な第一歩であると確信しております。李北韩尹锡悦16日出发访问日本之前，佮一摆发射 ICBM 级的弹道飞弹。尹锡悦佮岸田文雄16日峰会了后，联合记者会拢表示，要更加紧密合作，应对区域安全挑战。李岸田文雄预估嘛，伫今年夏季回访南韓。日韓関係の新たな章を開く。そのために今回。尹大統領との首脳会談において、両国の首脳が形式にとらわれず、頻繁に訪問するシャトル外交を再開させることで一致をいたしました。同时间，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17日嘛公布进前一天发射火星17个相片，显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疑似是甲查某囝金珠爱做伙看飞弹发射。报道内底嘛明白表示，试射飞弹是咧向挑港加速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敌人发出更加强的警告。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伫个南韩洪都拉斯的邦交出现危机的这个时机，美国总统拜登是派特使出访洪都拉斯。互人解读是要帮助咱甲即个邦交国过好条。外交部长吴钊燮就表示，毋但美国，阁有其他真济国家嘛，同咧斗相共。另外，放下另外一个邦交国巴拉圭嘛，真危险。不过吴钊燮是强调讲，2国的关系真稳定。我们看到美国政府方面的确是有在协助我们，希望能够稳固这个邦交的关系。那还有其他的国家也都在帮我们忙。跟巴拉圭的这个邦交目前还是相当的稳固。台湾和洪都拉斯82年的邦交传出警讯，吴钊燮直接讲，有真侪国家拢当在协助，各强调和后一个传出讲邦交有可能出问题巴拉圭外交关系是真稳固。另外，韩国的外长讲台湾拒绝增加金元是主因。行政院长陈建仁讲，中国是为着打压台湾的外交，才会予特定国家相关的经费。他对特定国家所做的这一些基金的挹注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失败的。我们很希望这个洪都拉斯能够认清中国的这一个本质，所以希望能够维持我们的这个邦交不要受骗。台韩的邦交出现警讯，美国总统拜登是派出特使陶德3月17到21去洪都拉斯和巴拿马访问。表面上，国务院讲这是要推进美国在西半球帮助经济成长和民主发展，嘛香港台面下是在帮助台湾过邦交。美国拜登政府也派出了陶德出来进行游说，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巩固这个外交邦谊的一个效果。这一种拍卖式的外交关系其实已经不再是世界一个整个外交途径的一个主流。赖清德才为台湾邦交挂保证，现在却传出断交的危机。
他现在又要登记选总统，请问赖清德是否应该要负点责任，先飞一趟洪都拉斯，稳固邦交之后，再回来选总统呢？中国等出要和中国建交的消息，美方将一官员嘛警告，中国的承诺是定跳票。美国的特使要访问中国，敢会当解除台洪邦交的危机，各界拢在看。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韩两国领袖62年国举行高峰会，南韩有各路经报纸认为岸田文雄无为着议这中用党会室的无诚意，批评温室外又补伤济。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总统温室外访问日本的头一天，跟岸田文雄做伙啉韩国烧酒，甲日本秘鲁单独会谈一点钟，现场敢若欢迎成员。英国《Times》报道，为了解决医护罢工的危机，英国首相苏纳克同意对后个月开始，公共医疗体系工作人员月薪调降5%，搁要发一届1,600英镑，大概是代表6万的补助金。稍瑞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以财富管理为主的美国第一共和银行，因为是国银行倒去，有真侪民众烧钱去领钱，爆发危机。在美国财政部的主导之下，有11间银行联合投入300亿的美金来急救。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拜登政府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卖掉股份，若无美国就要全面禁止用 TikTok。前总统 Trump 过去嘛想要禁 TikTok， 结果无过，全面禁止伫咧法律层面是真歹过关。法国总统马克龙伫伊第一任期时阵，就想要甲国民的退休年岁对62岁延到64岁。马克龙是捌讲，现代人愈食愈侪岁，这做事的时间当然就要愈长，这是引起民众的反弹。这个月初10，马克龙的政府是利用宪法催参议院审查退休法案。本来12暗时才要投票，是甲人催到提早完成审查，表决通过。即阵因为马克龙惊讲上尾关国会投票，因为侦查几票规做白工，伊是昨就宣布使用宪法49.3条款，跳过国会表决，强制通过法案。这是引起民众不满，有7000人上街抗议。美国用这款方式通过法案，根本就完全无正当性。法国的总工会阁宣布讲，后礼拜四要个全国大罢工。法国国会议员十六大声唱法国国歌，也有议员伫咧座位提票语反对退休改革法案，加退休年纪为62岁延长到64岁。伫议长宣布休会2分钟化解对立了后，法国总理动用宪法第49.3条，让法案通过。Sur le mutisme de ceux à l'extrême droite de cet hémicycle qui sont restés tapis dans l'ombre tout au long des débats, qui ont préféré se taire, profitant en silence des outrances des uns et des revirements des autres. 动用宪法第49.3条，代表辩论终止，而且无需要投票，法案当作通过。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拢上街路抗议，也搁伫重要的路口设路障。民众是批评这种方式通过无正当性，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撤回这个法案。示威活动为下晡持续到半暝，气氛火气愈来愈大，有民众烧粪扫写信，警方嘛发射催泪弹赶人。法国总工会表示，会有进一步的抗议活动，要伫拜四举行全国大罢工。因为宪法第49.3条伫法案强制通过了后，互反对阵营伫24点钟提出无信任动议。若是动议通过，内阁就必须总辞，法案撤销。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希腊2月底发生火车烧农的事故，造成57个人不幸罹难。英国内有真侪城市是爆发抗议行动，要求政府要重视铁路安全。亲像首都雅典，昨到2.5万人示威，甲警方起冲突，阁有各路的工会发动罢工。另外，美国顶日才有火车并且下落86米，但是阁有货运列车败马，5000加仑的柴油漏甲规世界。
少年人点到汽油弹，也对警方献石头，警队是以催泪弹来回击。二月底系列发生严重汽车烧人事故，政府管理不当，引发民众继续示威。昨日伫首都雅典就超过25000人行上街头抗议。做工会发动24小時罷工，要互交通甲行政系統攏無法度運作。這個行動是拖到軍內城市。Δεν πρόκειται να αφήσουμε αυτό το έγκλημα να ξεχαστεί ούτε να συγκαλυφθεί μέχρι να δικαιωθούν τα αιτήματα όλης της νεολαίας, όλων των φοιτητών, όλου του λαού. 汽車事故發生原因是2台對向列車受到錯誤指示，進入同一條鐵軌路燒弄，造成57人來死亡，其中有真濟準備登去學校開學少年人。民眾對着鐵路系統無法度提供充足嘅安全設施，感覺不滿，也抨擊政府長久以來攏無重視問題。當局是表示，鐵路系統會喺5月內恢復運作，會增加卡手監控一個安全嘅狀況。Δεν παίρνει κανένα μέτρο ούτε για τις ασφαλείς συγκοινωνίες, ούτε για την υγεία, ούτε για την εκπαίδευση, ούτε για τίποτε. Αυτό που επιδιώκει είναι να διαλύσει τις ζωές των ανθρώπων, να μας καταστήσει προσωπικά υπεύθυνους για όλα. 美國華盛頓州昨日有一台貨運汽車落馬，造成5000加侖的汽油外泄。華盛頓州政府指出，油柴油流涉伫爆發頂面，即陣無跡象顯示會對水源甲生態環境造成影響。不過，美國最近已經發生多站列車落馬事故，包含一台柴油外泄的列車，甲另外一台早前伫亞利桑那州落馬列車，攏是由聖塔菲鐵路公司營運。正前有列車並且造成有毒物質外泄，互美國鐵路安全議題閣再受到關心甲注意。國際新聞梁間編譯。烏克蘭甲羅西亞戰爭拍1年外，各國攏有家己天的陣營。英國經濟學人報紙就甲羅西亞總統普丁關係較歹國家分做3類，其中有一類投機分子，中國就互分佇迄類。意思就是講，倒位有利益，因就往倒位去。經濟學人指出，中國甲西方的制裁羅西亞當作上好的貿易機會，懷疑是有賣技術甲零件互羅西亞，這嘛互國際煩惱講未來中國就會被武器。另外，中國是宣布講，領導人習近平3月20日要去訪問羅西亞。《華爾街日報》嘛宣布嘛表示講，習近平甲澤倫斯基是當咧安排視訊會談。中國利用這款兩邊的手法，是要證明家己的國際影響力，主要嘛是要甲美國競爭。講到美國的無人機甲羅西亞戰機頂日仔相撞摔落海，美軍即陣是公布司法的畫面，指控講就是羅西亞調工做的。畫面上會當看到俄羅斯蘇27戰機挖進美國 MQ-9死神無人機，佫釋放好親像燃料的物件。無人機死神出現10神，畫面開合了後，就看到無人機的普羅佩勒葉仔彎曲變形。俄羅斯版方人有去壓到，講是美國無人機操作無適當，唔知落落去。美軍公布司法當時的畫面，北京講要突破俄羅斯的白賊話。The video is pretty darn conclusive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it absolutely just decimates the Russian lie about what they said happened or what they said didn't happen. 這個事件是俄烏戰爭以來美俄頭一屆發生直接的衝突，恐驚會讓本來就緊張的美俄關係更加惡化。雖然俄羅斯和西方制裁，不過中國宣布習近平要喺3月20至22日應邀請去俄羅斯國事訪問，顯示中國持續友好。習近平主席此次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將同普京總統就雙邊關係以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促進兩國戰略協作與務實合作。中國也想要促進俄俄會談，不過經濟學人報道，西方對於俄羅斯制裁和北京當作是真好的貿易機會，國際攏在關心中國是不是援助俄軍武器。中國友好也影響美國印太布局。美軍坦白講，未圍堵中國，不過會跟中國激烈競爭。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eek to contain China, but we will compete. And by competing, we will demonstrat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current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 provides all nations the opportunity to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美中競爭也影響大海。阿茲里諾聲明，美國對於台政策無改變，美軍的任務都是借由核武主動避免台海衝突，按呢無效就準備對抗，而且愛勝利。記者綜合報道。南美洲的哥倫比亞一搭炭坑，2天前懷疑是因為甲烷爆炸放氣，有11個工人當場死亡，10個人下落不明。救援隊拼2暝日，找到這個失蹤的工人的時陣，因嘛攏已經無氣過世。一個包黃色保暖紙包的炭缸防救出來了後，隨送去的救護車，佇外口等的家屬看到找到人是歡喜甲哭出來。
Sí, con 6 horas de angustia, de preocupación, pero salió ya. Es una alegría que no sé explicarle. Le doy gracias, mil gracias infinitas, mi Padre lindo。伫哥伦比亚中部，这个煤炭坑当地时间拜日暗时发生爆炸，5个连做伙的炭坑拢受到影响。迄当中拢总有30个炭工伫咧内面做工课，其中有11个人是当场无命，2个人抢救出来，另外还有7个人是家己出来的。一个出来的人受到迄当阵共款惊吓。Con los compañeros sentimos como si la tierra hubiera temblado, así como que algo que como que uno queda como que le llega un vapor hacia el cuerpo a uno y uno queda quieto, ¿sí? Y nosotros no le paramos bolas así como digamos que era una explosión así en las diferentes minas de trabajo de los demás compañeros. Y no, normal íbamos a trabajar ya nuestra labor que nos pertenece. 但是有10个炭工是受困伫咧900公尺深的坑底，爆炸发生了后，因是规个失联，救援单位是派出100个人规暝抢救，但是因为炭坑内面已经愈来愈无空气，10个人方发现的时阵已经无命。这场爆炸是造成21个人死亡，当地的官员指出讲，有可能是炭工用的工具去调火星，引起炭坑内面的甲烷爆炸。哥伦比亚是全球第4大土炭的出口国，但是境内遮侪炭矿拢是非法。欠安全设施，过去10冬，当年拢有900个人因为炭坑的事故死亡。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中国百度嘛推出人工智慧的开工机器人，号做文心一言。宣传讲这款机器人会晓创作，会晓算数学。不过现场咧示范的时阵，却是真落差，互市场真失望。百度的股价随落一下。我学 ChatGPT 来度跌。百度拜时推出 AI 开讲的机器人文心一言，讲会使应用伫文学的创作、商业文案、数学物理演算这5大领域。亲像录用转柜是啥物意思？甲问题现出来了后，文心一言就法度对无同的角度甲答案写甲清清楚楚、真有条理。不过记者会播送却是有录影片，不是现场操作甲示范，互大家感觉真奇怪。我自己在内测的过程当中体验到的这个文心一言的能力来说呢。确实也不能讲叫做完美。百度执行长李家宏承认，2019年开始研发的文心一言技术也未成熟，不过原尚未发布，因为有市场的需求。伊讲已经有650间的企业，包含文化旅游、汽车甲保业等加入文心一言的体系。不过文心一言初期未对所有用户来开放，只有少数得到邀请用户甲企业用使用，这点伊讲互外界更加失望。发表会一个开完，伫广告挂牌百度股价马上大落将近10%。外界质疑百度面临内有外患，内有中国当局的数据审查，外有美国对国家晶片的出口管制，这因素拢互文心一言的发展受到限制。伫这同时，微软也推出一款办公室 AI 助手 Copilot。当你使用 Word、Excel、PowerPoint 也是 Outlook 这软体时，拢会使互 Copilot 来协助处理文案、画图表，大幅提升工作效率。As we look ahead, we believe this next generation of AI will unlock a new wav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with powerful co-pilots designed to remove the drudgery from our daily tasks and jobs, freeing us to rediscover the joy of creation. Copilot 可帮为企业的文书作业带来革命。在办公室特别的人饭碗是不是被抢走？有一寡上班族可能已经开始烦恼了。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澳洲人口上济都市雪梨，伫咧市中心行靠道拢会当看到艺术品，就亲像室外美术馆同款。因为雪梨地方政府是规定，经费超过1000万澳元的建设案，拢爱留艺术空间。但大艺术项计共是已经有250多件艺术品。今日去雪梨的市中心麦考瑞公园，几大只青铜色的鸟仔雕塑，会当伫咧这有名的历史地标的南港顶悬椅仔下骹，也是水池边，拢会当看到。这是英国有名的女艺术家崔斯艾明的作品，名叫做《心灵的距离》。艾明去当作安尼创作，是希望民众行入去这个大城市的时阵，会当停一下，用感性来想心所爱的人。雪梨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有藏真侪艺术作品。2007年，当局是成立公共艺术咨询小组，替城市的公共艺术计划提供指导和建议，嘛规定任何总经费是超过1000万澳洲钱的建设案，拢要包括公共艺术空间。这多年来，规个城市已经有250多件的展览品，行伫雪梨的街仔路，就敢若行伫美术馆内面。
It's free, it's accessible, and the one thing that it does, it sometimes arrests your daily life.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re really interested in, is that art connects you to your local park or your local street or your local neighbourhood. I think art is therapeutic. Yeah, it helps people relax. Because Sydney is pretty stressful, right? So yeah, helps people relax. And yeah, I think it's good to have it around the city. 有一个大楼建筑设置的艺术品，甚至大受欢迎，正造成观光客的景点。亲像 Angle Place 的顶悬吊的这110个空的鸟笼啊，和声控组成的红白吉利的歌曲，都是一个。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关是收尾，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